中東戰火令到國際油價飆升，香港作為高度開放嘅經濟體，雖然有國家強大後盾，確保能源供應穩定，但係對個別行業造成影響實在難免。就此，行政長官李家超早前已經成立跨部門監察燃油供應專責組，並且接納專責組提議，迅速推出咗4項針對性臨時措施，支援受影響最嚴重並且涉及公共服務嘅營運行業。對於坊間有意見稱，政府可以仿效新冠疫情期間做法，推出大範圍紓困措施。類似訴求固然體現咗對民生憂慮嘅關切，但係當仔細審視當前形勢，其實唔難發現，政府今次採取嘅措施係有5大原則作為基礎，走精準支援嘅路線，喺資源運用同埋社會需要之間取得咗平衡，無疑係負責任嘅取態同埋安排。今日因為油價急升對個別行業造成嘅影響，同疫情肆虐期間嘅情況相去甚遠。新冠疫情期間，整體經濟活力持續下降，社會消費力疲弱，各行各業均遭受打擊。政府當時推出大範圍嘅紓困措施，係為咗防止經濟系統性崩潰同埋大規模失業。反觀當前，問題根源係戰爭推高咗燃油價格，主要影響高度依賴柴油嘅運輸同埋物流行業。更何況停戰談判正喺度進行，一旦達成協議，油價就有望回落，衝擊好可能相對係屬於短期波動。動用巨額公帑大包圍式咁嘅派糖，唔單止欠缺針對性，更加會為公共財政帶嚟長遠嘅風險。政府今次喺考慮支援措施時，明確提出咗5大原則，而呢啲原則嘅核心邏輯其實只有一句話：資源需用喺刀口上。第一，政府坦承財政緊絀，因此需要優先支援受影響最嚴重而且涉及公共服務嘅行業。呢個係實事求是嘅客觀陳述，絕無虛言。過去幾年，香港經歷咗疫情來襲，政府為搞活經濟同埋改善民生而令到庫房開支大增。喺有限資源之下，人人有份、雨露均沾嘅支援措施已經不合時宜啦。只有集中支援商用柴油車、貨車、巴士、渡輪等，先至可以發揮最大嘅效益。第二，對於需要政府審批收費嘅營運行業，好似專營巴士同埋小巴、的士同埋渡輪等，政府選擇喺現有審批機制內處理，而唔係直接一刀切補貼。呢個體現咗政府對監察同埋審批制度嘅堅持同埋信心。機制本身已經設有考慮成本變動嘅條款，有需要可以透過加快審批、彈性處理去協助營辦商。政府嘅4項針對性措施之中，包括設立公共交通服務特別申請工作組，正係呢個思路嘅具體實踐。第三，將私人自用車輛排除喺首要考慮之外，安排合理。私家車嘅使用屬於個人選擇，車主可以透過減少駕駛或者係改乘公共交通等作為替代嘅方案。相反，公共交通工具係市民日常出行嘅主要依靠，任何風吹草動亦都將會直接波及全社會。政府分清公共責任同埋個人負擔，呢個係精準施策嘅應有之義。第四，臨時性同埋限期性係今次措施嘅關鍵特質。戰事難以預測，油價可能隨時回落。若果推出長期嘅補貼，唔單止可能造成依賴，更加會喺油價回落後難以撤招，最終成為咗財政嘅無底洞。柴油補貼同埋隧道費減免，兩者都為期2個月，喺實質支持業界嘅同時，亦都保留政策彈性，係可進可退嘅設計，值得一讚。第五，對症下藥，將極度依賴柴油嘅公共交通服務，包括專營同埋非專營巴士、小巴、渡輪以及校巴同埋村巴，都列為首要支援嘅對象，正係對症下藥。呢啲服務嘅營運成本中，燃油佔比極高，而且係直接關係到市民嘅日常出行。正因如此，4項針對性措施之中，就有2項與此相關啦。包括為每公升柴油提供3港元嘅補貼，支援以柴油為燃料嘅公用或者係商用車輛及船隻同埋相關工業，減輕佢哋嘅營運成本，亦都減低佢哋加價嘅壓力。
有關補貼措施預計需要大概18億嘅港元。另一個措施係減免所有政府收費隧道嘅商用車輛，即係包括貨車、巴士、小巴同埋的士，佢哋嘅隧道費50%。涉及少收大概1億6千萬元嘅費用。事實上已經有非專營巴士營辦商宣布，因應政府提出補貼商用車，撤回咗加價或者係燃油附加費申請，並且維持正常班次。惠民政策嘅成效立竿見影。至於點解唔同時補貼石油氣的士同埋小巴呢？答案其實好簡單，石油氣價格目前維持穩定，未受衝擊。唔補貼石油氣的士同埋小巴，證明政府係按實際情況評估，施政理念清晰，審慎運用公帑，絕對係負責任政府該有嘅表現。執筆嘅時候，立法會財委會已經通過咗政府臨時支援措施之一嘅18億元柴油補貼撥款申請，一眾立法會議員都認同措施可以真正援助水深火熱嘅行業。精準施策唔等於冷漠無情。政府公布嘅臨時措施中，包括由專責組動態評估局勢，統籌政策局同埋部門研究唔同嘅舒緩油價上升舉措。換言之，若果油價持續高企，政府係一定會審時度勢，因時制宜推出針對性支援安排。政府嘅責任係解決社會民生所需，真正嘅負責任係喺資源有限嘅前提下支援最脆弱嘅環節。今次應對油價衝擊嘅措施，冇一樣唔係圍繞住針對性同埋臨時性兩大軸心，為未來可能出現嘅其他衝擊保留咗財政緩衝。